各位喺香港生活嘅老友記，或者屋企有長輩要照顧嘅朋友，你哋有冇諗過喺呢個物價飛漲、睇場醫生都幾百蚊嘅年代，竟然可以用一個月最低223蚊嘅價錢，就享受到價值超過1萬蚊嘅專業長者護理服務？係咪聽落覺得好似天方夜譚，甚至懷疑係咪騙案？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由政府推出，但係好多人都仲係一知半解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簡稱社區券或者 CCSV。呢份全攻略會由淺入深，由申請門檻、點樣計錢，到點樣揀服務，一次過話晒俾你聽，等你可以用最少嘅錢，幫屋企人揾到最好嘅照顧。講到喺香港老咗要人照顧，大家第一時間可能諗到排隊等政府安老院，或者係請外傭。但係大家知唔知，政府安老院個位排到天荒地老，有啲老人家等到過咗身都仲未排到。而請外傭呢，一嚟又要俾錢，又要供食供住；二嚟外傭未必受過專業醫護培訓，如果老人家有認知障礙或者身體殘疾，外傭未必真係應付得到。呢個時候，社區券就係一個極之重要嘅救命草。呢個計劃嘅核心理念係錢跟人走，即係政府唔係直接俾錢啲機構，而係將張券俾咗個長者，等你自己去揀邊間機構幫你。咁究竟邊啲人先有資格申請呢？係咪只要係長者就得？唔係。首先，申請人一定要喺社會福利署嘅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面，被評定為身體機能有中度或者嚴重缺損，而且仲要係已經喺安老服務統一評估管理資訊系統入面輪候緊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或者院舍照顧服務嘅長者。簡單啲講，即係你已經入咗政府個大隊，排緊隊等位嘅人，先至有機會收到社署寄俾你嘅邀請信。如果你仲未去社署做評估，第一步一定要去揾醫務社工或者長者鄰舍中心嘅社工幫手做咗評估先。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個價錢。點解我會話最低223蚊就有成萬蚊服務？呢度就要講講個共同付款機制。社區券嘅價值係會根據通脹調整嘅，目前最高嘅面值每個月大約係10410蚊。政府會根據你嘅家庭入息嚟做經濟審查，將你分做8個唔同嘅付款等級。如果你係最基層，入息最低嗰群，即係第一級，你只需要負擔個券值嘅5%。我哋計下數，如果個券值係4000幾蚊嗰種低額券，5%真係200幾蚊就有交易。就算你揀到最高面值10000幾蚊嗰種，你都係俾500幾蚊，剩低嗰9000幾蚊，全部由政府埋單。呢種槓桿效應對好多基層家庭嚟講，真係極大嘅減輕咗經濟負擔。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想知呢1萬蚊可以換到啲乜嘢服務？呢張社區券嘅用途其實非常之廣，主要分為3大類。第一類係中心為本嘅服務，即係長者喺日間去日間護理中心，嗰度有專業嘅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仲有社交活動同埋午餐，最適合一啲屋企人返咗工，老人家一個人喺屋企冇人照顧嘅情況。第二類係家居為本嘅服務，服務人員會直接去到你屋企，幫老人家沖涼、餵食、換尿片，做簡單嘅復康運動，甚至係幫手買餸或者陪診。第三類就係新加入嘅租借物品服務，老人家可以用張券嚟租一啲昂貴嘅醫療設備，例如電動醫療床、防褥艙床墊，或者係高科技嘅助行器。以前呢啲嘢喐啲都要萬萬升，而家可以用張券嘅額度嚟租，真係好方便。我之前見過一個個案，有個伯伯70幾歲，患有輕微認知障礙症，佢個女要返全職工作，每日出門口都好擔心爸爸喺屋企會唔會開咗爐唔記得閂，或者會唔會跌親。後嚟佢申請咗社區券，揀咗日間護理中心，每日有車接送伯伯去中心，伯伯喺嗰度同其他老友記傾偈、玩遊戲，仲有物理治療師教佢做下運動延緩退化。呢個女每個月只係需要俾幾百蚊，就買到一份安心。呢啲就係社區券最實際嘅用處。
咁申請流程係點樣㗎呢？如果你已經符合我頭先講嘅資格，社署會主動寄封信去你登記嘅地址，邀請你參加呢個計劃。收到信之後，你填好份回條寄返去，社署就會寄張正式嘅社區券俾你。呢張唔係一張真嘅紙飛，而係一個虛擬戶口。收到券之後，你可以去社署個網站或者睇返隨信附上嘅名單，揾一間喺你嗰區又符合你要求嘅認可服務單位。目前全香港18區都有呢啲單位，有啲係非牟利團體，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救世軍，亦都有啲係私營機構。揀服務單位嗰陣要留意啲乜？呢份攻略最精華嘅部分嚟啦，大家千祈唔好隨便揀一間最近屋企嘅就算，你要睇清楚佢哋嘅服務強項。有啲中心專門做認知障礙症，入面嘅裝修同活動都係針對呢類患者設計嘅。有啲就強於物理治療，入面嘅復康器材非常先進。建議大家可以先打電話去預約參觀，睇下個環境乾唔乾淨，啲職員態度好唔好。最重要係你要問清楚佢哋嘅服務組合點樣計，因為張券雖然有1萬蚊額度，但係如果你每日都要去中心，可能好快就會用完。你要同中心嘅社工傾好，點樣配置呢筆錢最划算。有好多人會問，如果我已經請咗外傭，仲可唔可以申請社區券？答案係絕對可以。其實社區券同外傭係一個好好嘅互補。外傭可以處理日常起居飲食，但係社區券可以提供專業嘅護理。例如你可以1個禮拜2日安排老人家去中心，等外傭可以喘息一下，或者處理屋企嘅大掃除，又或者安排物理治療師上門，指導外傭點樣正確咁幫長者扶抱，避免大家都受傷。另外一個好多人忽略嘅點，就係社區券係可以靈活轉換服務組合嘅。例如老人家最近身體差咗，需要多啲家居護理，你可以同服務單位商量，將本來去中心嘅次數減少，增加上門服務。又或者你覺得呢間機構做得唔好，你隨時可以跳槽，只要俾1個月通知期，你就可以轉去另一間機構。張券係跟你個人，而唔係跟機構嘅，呢點俾咗長者好大嘅自主權。講到經濟審查，好多人會驚要申報所有資產，覺得好麻煩。其實社區券嘅審查主要係睇入息，即係長者本人同埋同住家人嘅收入，而唔係睇你銀行有幾多儲蓄或者有冇物業。只要你嘅入息符合政府嗰個階梯，就可以享受到相應嘅補貼。如果你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綜援嘅人士，通常都會自動被分類為第1或者第2級，即係只需要俾最少嘅錢。喺申請過程入面，有一樣嘢要特別提醒大家，就係要留意張券嘅有效日期。雖然張券一般係長期有效，但係如果你搬咗屋，或者長者入咗醫院一段長時間，或者係終於排到政府安老院位要入住啦，咁你就一定要通知社署，因為入住資助院舍同埋使用社區券係唔可以同時進行嘅。如果你一旦入咗院舍，將社區券就會失效。各位就要留返俾下一位有需要嘅長者。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啲進階玩法。而家啲長者科技日新月異，社區券入面個租借產品服務真係好正。例如有啲長者因為中風或者腳力唔夠，好難行出門口，你可以用社區券租一部高性能嘅電動輪椅，或者係嗰種可以爬樓梯嘅輪椅。呢啲設備如果自己買，分分鐘要3、4萬蚊。但係透過社區券，你每個月可能只係需要俾幾百蚊嘅租金，就可以大大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仲有一啲防跌倒嘅傳感器、離床報警器，對於預防長者意外受傷非常有幫助。呢啲都可以用券嚟租借。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個計劃咁好，點解好似唔係好多人講？其實係因為好多長者或者家屬見到社署封信密密麻麻咁多字就覺得好頭痛，又或者覺得要搞手續好複雜就放棄咗。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張券係你嘅權利，亦都係政府俾辛勤咗大半輩子嘅老人家一份保障。
雖然2023年開始個計劃已經恆常化，名額亦都增加咗好多，但係資源始終係有限嘅。如果你收到信，一定要盡快處理。大家要記住一個概念，預防勝於治療。好多老人家一開始只係中度缺損，如果呢個時候能夠透過社區券得到適當嘅物理治療同埋社交刺激，佢嘅身體機能可以維持得好好，甚至有機會改善，從而延遲甚至避免要入安老院嘅需要。對於長者嚟講，能夠喺自己熟悉嘅社區度過晚年，始終係最開心的事。喺揀選服務單位嘅時候，我再俾多幾個實用嘅建議大家。第一，去社署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專網睇下個服務單位資訊，嗰度有晒所有機構嘅收費表，你要對比下佢哋嘅行政費或者雜費點計。雖然大比例係政府俾，但係有啲機構可能會收啲額外嘅材料費或者車費。第二，睇下單位嘅開放時間。有啲日間中心星期六日係唔開嘅，如果你係一個全職工作者，可能需要揾一間星期六都提供服務嘅中心。第三，留意個轉介機制，有啲大型機構有埋自己嘅安老院或者外展醫生團隊，萬一長者身體情況突然轉差，佢哋嘅一條龍服務可能會銜接得比較好。如果你家中有80歲、90歲嘅老人家，佢哋可能對呢啲新政策好抗拒，覺得又要政府錢，又要人照顧，好似好醜怪。呢個時候，作為仔女或者後輩，你要用佢哋聽得明嘅方式去解釋。你可以同佢講：爸爸，呢個係政府退返俾你嘅稅啊，你辛苦咗咁多年，呢啲係你應得嘅福利。你去嗰度可以同人打牌，有護士幫你量血壓，好過一個人在家悶到病啊。用一種分享福利嘅心態去引導佢哋，通常老人家會比較容易接受。講返個價錢，我一定要再強調一次，如果你係屬於最基層嗰級，每個月俾223蚊，一年加埋都係2000幾蚊，但係你換嚟嘅係價值超過12萬蚊一年嘅專業服務，呢個回報率係邊度都揾唔到嘅。就算你係中產階級，負擔比率可能係25%或者40%，你依然係用緊一個好大嘅折扣去買專業護理服務。諗下而家請個私營護理員上門，一個鐘頭都要200-300蚊啦。用社區券嘅話，個價錢真係平到你唔信。總結一下申請社區券嘅幾個重點步驟：第一，確保長者已經做咗評估同排緊位；第二，留意信箱，唔好錯過社署封邀請信；第三，收到信後即刻填回條；第四，收到券後去實地考察服務單位；第五，同社工詳細傾好服務組合；第六，定期檢視長者用咗服務之後嘅進度。香港嘅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政府呢幾年喺安老政策上確實落咗唔少心機。社區券嘅推出，其實係想打破以前嗰種一係就屋企人湊死，一係就送去老人院嘅二元困局。佢俾咗我哋第三條路，就係居家安老，喺自己屋企住，但係享受專業嘅照顧。呢種模式喺好多先進國家已經證明咗係對長者身心健康最好嘅做法。最後，我想同所有照顧者講一聲，辛苦晒。照顧老人家係一場持久戰，體力同壓力都係巨大嘅。善用社會資源，唔係代表你唔孝順，反而係代表你識得用最科學、最有效嘅方法去愛你嘅家人。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喺度為照顧屋企老人家而煩惱，請你一定要話俾佢聽社區券呢件事，可能你呢一個資訊就幫到一個家庭走出困境。社區券嘅服務內容仲會隨住時間不斷更新，例如而家仲開始研究點樣結合大數據同智能家居去幫手，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資訊靈通。如果你對申請過程仲有任何疑問，最直接嘅方法係打去社署嘅熱線，或者直接去你嗰區嘅長者中心揾社工傾傾，佢哋非常樂意幫手，因為佢哋嘅工作目標就係要幫呢啲券揾到主人，唔好嘥咗政府嘅撥款。希望呢篇攻略可以幫到大家。養老呢條路雖然唔易行，
但係只要我哋識得揾工具，識得揾幫手，依然可以行得好優雅，好安心。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或者你身邊正有需要嘅老友記，唔好等啦，即刻去 check 下信箱，或者揾社工問下進度啦。就係咁多，希望大家嘅長輩都可以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咁喺社區度安享晚年。我哋下次再見。